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李嘉誠賣港口呢件事啊，喺華人界啊講到鋪天蓋地噶。我啊覺得呢啲係智商檢測題嚟嘅，呢啲咪整風運動都唔係第一次噶啦。你哋最好係遠離嗰啲譴責李嘉誠嘅人。你無論係一齊共事又好，合夥做生意又好，唔好同嗰啲譴責李嘉誠嘅人一齊合作。睇一個人嘅好壞，要睇下佢嘅歷史。改革開放初期，外國好多港口係唔俾中國嘅貨船停靠嘅。李嘉誠自己出錢到處建港口，收購港口，然後俾中國嘅貨船停靠。佢為中國大陸捐款係超過300億港元噶啦，而且好多都係喺80年代、90年代嘅時候捐獻嘅。兌換成依家嘅購買力係幾千億港幣噶啦，憑借一己之力喺中國建立咗2間大學、1間商學院、70幾間小學、幾十間醫院，資助咗數百萬嘅殘疾人做手術。光明計劃為幾十萬嘅白內障患者帶嚟咗光明。當時全國癌症患者免費領取嘅止痛藥，咪就係李嘉誠先生提供嘅咯。汶川大地震嘅時候，殘疾人嗰張凳同埋輪椅，亦係李嘉誠提供嘅。基本上每次嘅大災小難呢，李嘉誠都係有捐款嘅。嗱，有代表性嘅係1991年嘅華東水災啦，捐咗5500萬。2008年嘅汶川地震就捐咗1.1億，用於重建學校同埋災區嘅醫療。2023年嘅甘肅地震啊，都捐咗2000萬救災啦。喺1980年，李嘉誠出資創辦汕頭大學，仲親力親為選址，連名師莫言啊都請咗過嚟啊。去到2019年啊，李嘉誠仲宣布連續4年為所有嘅本科生免除學費，每年資助1億，惠及上萬學子啊。汕頭大學成為全球唯一由私人基金會全資支持嘅公立大學。去到今日，李嘉誠基金會已經出資超過100億港元啦。2020年嘅 Covid-19啊，李嘉誠都捐咗1億用於醫療物資嘅採購啦。仲有啊，華為嘅第一筆海外訂單啊，咪就係李嘉誠提供嘅咯。喺華為最需要幫助嘅時候，李嘉誠出咗170億，幫華為將5G 業務做到入英國。咁啊，去到依家賣港口啦，主要講嘅係巴拿馬嘅巴爾博亞港啊，同埋克里斯托亞爾港，一個喺太平洋嗰邊，一個就喺大西洋嗰邊。啱啱喺正巴拿馬運河嘅出入口嗰度，呢2個港口嘅25年嘅特許經營權啊，李嘉誠喺1997年投標所得，並於2021年續約到2047年。咁啊，批評李嘉誠嗰啲人呢，可能以為呢2個港口唔賣就冇事嘅。依家呢個 Donald Trump 啊，唔單止係癲嘅，仲要係無賴嚟嘅。人哋啊講明要攞翻巴拿馬運河啦。係要用到奪回呢個詞啊，就連巴拿馬呢個國家都冇辦法去 say no 啊！你叫李嘉誠一個商人點樣保住呢2個港口啊？到時有 Donald Trump 強行收呢2個港口嘅時候，邊個嚟保障李嘉誠啊？你睇下胡錫進仲要係點講嘅？長和不妨挺起腰桿，勇敢與美國進行周旋。所以呢啲嘢啊，唔發生喺自己身上啊，你講啊容易啊。咁李嘉誠係咪要自己請僱傭兵去抵抗美軍啊？然後人又冇埋，港口又冇埋，壯烈犧牲，咁先至係民族大義啊嘛？唉，我睇到阿胡錫進呢段話，真係我都覺得好笑。你估李嘉誠未見過無賴咩？當年啊，張子強啊，咪就係一個冇誠信嘅無賴咯，講好咗一次過俾10億，結果咪又毀約再返嚟攞。呢個 Donald Trump 同張子強有咩分別啊？李嘉誠係好清楚 Donald Trump 係啲咩人嚟噶嘛？
依家同你傾買就算好噶啦，俾翻啲錢你。啊，你唔買，你唔買，到時我咪沒收咯，到時你咪渣都冇。退一萬步講啊，我假設 Donald Trump 係一個好有契約精神嘅人啊，佢唔收你呢兩個港口啊，佢攞住條巴拿馬運河，佢唔俾你過，你咬啊？你啲船停喺嗰兩個港口又有咩用啫？過唔到條巴拿馬運河。你要知道李嘉誠攞住嘅只係呢兩個港口嘅經營權，而不是攞住條巴拿馬運河啊。嗱，我再換一個角度啊，站在商人嘅角度去睇下呢件事啊。巴拿馬呢兩個港口啊，可以講係湯數得山芋啊，冇錢賺噶。喺李嘉誠嘅咁多港口裏邊， 2024年嘅上半年，巴拿馬呢兩個港口啊，喺李嘉誠咁多嘅港口嘅利潤佔比裏邊啊，係低於1%啊。李嘉誠嘅港口收入出售嘅呢43個港口嘅利潤佔比係40%，平均每個港口嘅利潤唔到1%。而喺中國大陸有10個港口，加上香港嘅一個港口，一共11個港口。佢嘅利潤佔比係60%，平均每個港口差唔多有6% 嘅利潤。李嘉誠係趁 Donald Trump 依家要收翻巴拿馬呢股瘋狂嘅熱風啊，快啲將啲平時賣唔出去、績效又差嘅43個港口，趁呢個天賜良機啊，快啲甩手啊！李嘉誠係喺度做緊資產置換啊，佢係一個商人，佢唔係政客。佢亦唔係驚 Donald Trump， 商人考慮嘅係利益最大化。佢喺度做緊一次非常漂亮嘅資產置換啊！賣俾 BlackRock 嘅係一嚿豬頭骨啊！ Donald Trump 全球加稅，必然導致航運會減少，港口嘅利潤係好大機會會繼續下降啊！所以啊，嗰啲批評李嘉誠嘅人啊，佢唔係做生意嘅。佢哋根本唔識睇李嘉誠嘅呢個賣港口操作，仲有啊，從一啲數據你可以睇得出李嘉誠嘅重視程度啊。喺1997年買巴拿馬兩個港口嘅經營權係用咗2200萬美金，一個鹽田港啊，李嘉誠喺93年就投資咗60億港元啊，喺2005年再追加114億。咁你話佢重視邊個多啲啊？睇完呢啲數據啊，李嘉誠到底係一個愛中國嘅人，抑或係一個出賣中國嘅人？大家心裏邊有數噶啦，自己睇一個人嘅好壞，要睇下佢嘅歷史，而不是眼前佢一個舉動唔順你意，你就否決晒佢之前所有嘅貢獻。仲有啊，好多人講咗好多年噶啦。埋怨李嘉誠地產賣樓搞公攤面積揾笨柒啊！李嘉誠都唔知食咗幾多年死貓咧呢件事啊！人哋從來都冇出過聲啦。事實係公攤面積呢件事係霍英東發明噶，唔係李嘉誠啊！霍英東喺1954年收購咗香港香檳大廈之後啊，再將房屋分層出售啊。開始咗第一次嘅分攤公共面積出售啊，之後其他嘅地產商先至有樣學樣啊。譴責李嘉誠嘅無非係兩類人嘅啫，一種就係無知，喺啲自媒體睇見乜就信乜，盲目跟風；另一種啊仲衰，以立場定是非。所以我奉勸各位遠離嗰啲譴責李嘉誠嘅人，對住呢啲人啊講下飲講下食就算啦。唔好同佢去討論呢啲觀點與角度嘅問題，更加就唔好一齊共事，一齊做 partner， 一齊做生意，千祈唔好。OK， 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